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过去台湾一句俗语话，讲人唔通靠世，靠世互世误。啊，用过100-200年前，咱咧读嘅汉文嘅书，精讲硕士贤文，原来有几落句，共款咧叫人讲唔通做侥幸代。见面头一句讲，路逢险处难回避，水到湕来不自由。真侪人拢想讲靠世，我闪一个就过啦。虽然一旁仔惊吼，我唔惊啦。啊，万不离若你闪袂过，卡伫中咧。真侪人想讲侥幸代咧做，无人知啦。到壁空，你的面要压对倒位去。所以水到湕来不自由，咱宁可讲唔通惊险路。当然，另外一句，我那硕士贤文内底短也伫咧讲，就是讲英雄行险道，富贵事花枝。你若想要行险路，当作你英雄啦，有名声有地位，世界人都扑啊声咧甲你支持。讲起来，绝对无可能做会失败的人。结果一摆尔，一摆想讲，我来闪一旁啊，行险路靠世。富贵事花枝，这句安怎解说？咱知影讲，花咧开真紧，啊，毋过花谢落土嘛是10000年。虽然讲富贵啦，正人咧拥护名声地位，花要无就要无，这敢有可能哦？所以身躯边真侪人咧甲你讲好听话，咧甲你拍扑啊甲拥护的时阵，你心肝内有哪就爱警觉，爱警觉啥？爱警觉讲人情莫道春光好，只怕秋来。幽灵时，表面上看起来人安尼破破塌塌，真心真意的有几个？而且人伫咧流传讲，人都爱当着坎坷，当着挫折，你才知影讲，到底倒一个朋友，秋天来，冬天来，啊，搁甲你徛斗阵，破心肝咧甲你做阵就对啊。所以硕士贤文一句一句咧共提醒讲做人唔通靠世，搁种啊，搁有一句介要紧，一定要讲出来。含你互相来研究，讲念念有如临得日，心心相似过旧时。念念就是讲你所有的念头，安尼一定要亲像讲，甲人伫咧对敌，含敌人西牛啊照角当紧张的时阵，你唔通放轻松呢。心心相似过旧时，面前这板桥咱要过，一步一步都要踏定着，千万都唔通想讲我已经趁了过面，做了成功啊。讲话特别糟蹋人，要欺负人，安尼吼绝对无好尾。